10月當前，台南的拍算開發小巨蛋，不過到114年在聖山路的輔導室以運動藝文休閒園區所規劃委外經營案，目前這兩個招商也是無成補備出來。議會的民意壓力，14號財經委員會嘛邀請市府官員前來座談。召集人議員王嘉珍以一路行來力挺，也是質疑輔導室繼續發臭，小巨蛋的美夢敢會成真？15年了，進入16年，賴市長成為賴總統，已經是1年多、1年半過去了。可是他最熱愛的，讓他起家的台南這塊土地，到現在仍然是荒煙蔓草。對此，財稅局長謝丁清，目前台南輔導室的基地無發臭，除了有秀團醫療簽約委外投資76億，嘛正式 Costco 已經完成46億的預約，就等待正式簽約。雖然輔導室的開發現況已經有122億的投資，不過小巨蛋233億的規模，究竟當時會當美夢成真？就目前我們朝的方向就是檢討它的規模。是不是可以在，比如說我蛋的規模是不是可以降到15000，然後降到15000之後，相對的其他附屬設施的規模就不需要那麼大，那這樣的話可能就會有機會。台灣的巨蛋經濟持續發展，相對台南的市場競爭嘛是一大挑戰。市府如何調整標案，降低量體規模，財務評估，增加潛在廠商意願，全面都得看。台南新聞阮吉採訪報道。